呢啲展品嘅年代跨越公元前3000年至20世紀，包括陶瓷器、金屬器、玻璃器、波斯氈等。大部分嘅展品都係首次喺國內巡展。呢個阿歇美尼德王朝嘅黃金絲首繡拳環，因為形似太陽，喺古代伊朗文化當中被賦予咗創世同永恆等含義。佢主要係用於統治階層上級對下級合法性授予嘅儀式上，代表住雙方對彼此嘅忠誠誓言。而呢一個薩珊王朝時期嘅絲紋銀盤，盤中間畫咗一隻獅子。6個小圓形嘅框內裝飾咗唔同嘅動物圖案，包括鹿同公羊等。呢幾件呢，就係以前伊朗軍官嘅一啲武器同埋護具啦。咁我哋可以睇到佢上邊仲有一啲貼金嘅裝飾啊，係咪好型呢？咁可以講明啦，呢啲護具同埋武器嘅原主人就應該係高級嘅軍事指揮官，又或者係貴族啦。這個展品非常好，因為我們平時很難看到來自伊朗的文物，非常難得。體現了波斯文化一些異域風情嘛，像這種碗，然後上面就是有一些彩色的圖畫那種，我可能就比較感興趣一些吧，因為我感覺就是通過那些圖畫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們的那些生活。另外，觀眾仲可以了解中國文化對伊朗嘅影響，譬如絲綢、瓷器等中國元素喺伊朗藝術當中嘅體驗。展覽將會持續到今年嘅6月17號。